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！又到了听懂的时间。我是高伦先生。太极拳是身体底背同脑背拢有练到的全方面运动，有健身、强身、冇养生的功能在底背，无分年纪的态势，做得做太家人一生人的运动，大家都同先生共下来做哦。喺主要运动之前，我哋先来做热身的动作哦。第一个动作，颈绕环。今天呢，同先生共下做。动作一个态啊哦。再来弯片。第二个动作，肩绕环。肩头拿上来，头前并下来，后背，安尼用肩头擘圆的动作。动作做几个态啊？同样弯片，擘圆拢有两个方向哦。第三个动作，腰绕环。用腰骨来擘圆，动作做个态啊唔怕。弯片，第四个动作，刷腰，用技术。顺地后背，喺条当个擘圆。天天你来做比态，下一个动作提膝开胯，右脚头前先两下，第三下拿上来再打开来，第四下拿上来再过来。再来弯脚，头前两下，第三下打开来，第四下过来。天天你要轻松。下一个动作步倒翁，两只脚同埋共用，同肩头平抬，安尼哦，松起头前。坐下后背，再来共用，两只脚擘圆，顺时钟的方向。天天呢，四分慢咧翘来翘去哦，哦，夹臂章，弯片。第七咧，开胸。要技术，第八个动作抬肩，一上一下，最尾一个动作转腰前后对啦，4分18坐下去，两技术头前后背。咱们热身运动到一边，也慢开始我们主要运动哦。也慢的动作是单边，一只开始，一右转两技术向上面，二左转，一学到吊手，好，安尼轻下都好诶。三。膝头拿上来，四分坐下去，出脚，左手放起来，差不多，肩头的高度，再来听，一片手变一下，带到左脚，带到哪？莫太太，带到手
體腳上面都好誒，水面後有腳尖鼓來一絲絲坐下去，安尼動作都做下來。慢片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坐下去，向陽慢片，我一隻開始，1，兩隻手向蛋糕，2，吊手，另外一隻手邊啊，都是做好誒，3，左腳拿上來，4，坐下去出腳，5，左手放起來，6，帶到左片，7，腳尖扣一下，坐下去，慢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水面坐下去，慢片，今天呢，一個動作，慢慢做，轉，左轉，吊手，腳拿上來，先坐下去，出腳，再來左手，變一下，帶到左手片，坐下去，再慢，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停下來做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變強鬆坐下去，7，轉左手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坐下去，慢慢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越來越熟悉嘅，天天呢越來越夾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水面愛坐下去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又越來越講毛。向陽哦，4 foot，莫翹翹，切頭，莫向頭前。兩片在一擺，
在运动之后，我们做18分身体比较强壮的动作。第一个动作，向上开合吐纳，两只手打开来，两片到上面，慢慢地下来，过一摆，两片到上面，天天地下来。下来的时节，肩头线不用强耸，再两只手慢慢地下来，过一摆。第二个动作，向前开合吐纳，两只手两片放来，用肩头的尾向头前，再过来，两片放来。头前下来，天天呢，下去的时节4分18坐下去。第三个动作，向上伸展，两只脚合放来，两只手向蛋糕，差不多10秒钟，好，脚放下来，斜一片，天天呢，慢慢地过来，再弯片。过一摆，天天呢，过来转片。最尾一个动作，弓步拉伸，一只脚头前来做弓步，另外一边的手过来。再来，弯脚弯片，另外一只手反过来，然后再弯片，再弯脚，弯手，再弯片，弯手。头晚嘅動作，大家已學會冇？大家都同線上嚟學新嘅動作哦。日晚嘅動作，儀式太極，喺三個動作夾放起來哦。嚟，我哋一片開始，1、2，右手上面，左手下面，再來3，用下肩頭，兩手變一下。手右腳，5坐下去，出腳，6、7坐下去，懶扎衣，來6風四臂，左手前右手，馬喺肩頭，角度都好，反過來，4分坐喺左腳，兩隻手。放啊，左手片，下一步左腳，收過來，兩手啊強用，手下提，一共後背，右轉，6風四臂，再來單邊，1、2、3，坐下去，出腳，4、5、
左手放起来，6，手变一下，7，带过来左手片，坐下去，弯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坐下去，我到懒扎一，再来6风四臂，右手去左手，1、2、3、4、5，再来单边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最尾坐下去，再弯片，天天你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坐下去，6风四臂，1、2、3、4、5，单边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最尾坐下去，弯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坐下去，6风四臂，1、2、3、4、5、1，两只手打开来，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坐下去，嗰班坐下去，两个膝头莫向头前的哦，4分莫翘翘，脚做好的，让做输的动作。天天你来，速度拢差唔多，拢共用。我记得哦，最尾要坐下去，不用强松。在运动之后，咱来做18分身体不用强松的动作。第一个动作，向上开合吐纳，两只手打开来，两片到上面，慢慢地下来，过一摆，两片到上面，天天地下来。下来的时节，肩头先不用强松，再两只手慢慢地下来，过一摆。第二个动作，向前开合吐纳，两只手两片放来，
用肩头的以向头前，再过来，两边放来，头前下来，天天呢，下去的时节，4分18擺坐下去。第3個動作向上伸展，兩隻腳合起來，兩隻手向襠袢，差唔多10秒鐘，後腳放下來，斜一片，天天呢，慢慢地過來，再彎片。高1擺，天天呢，過來彎片。最尾一個動作，弓步拉伸，一隻腳頭前，做弓步。另外一邊的手過來，再來彎腳彎片，另外一隻手反過來，然後再彎片，再彎腳彎手，再彎片彎手。今日教嘅動作，大家有學會冇？要記得每日同線上強下來運動哦，我嘅身體同精神也會越來越好。聽懂，我哋下次見。